关利用文教基金会举办木雕的创造营，邀请到专业的老师指导一寡对木雕有趣味的青年。也开始慢慢做出家己的作品，为了要让这对茶雕有兴趣的青年，会当更加了解台湾在地文化。福林馆利用文教基金会伫休热的时，拢会办茶雕的创作营，希望讲透过雕刻过程，分将心内想要表达的理念，用作品表现出来。来到西楼也是我的第二次。第一次是3年前，我的创作主体都是以动物为主，从小就很喜欢去动物园，然后就对于动物特别有情感。应该说，我本来都是刻人，然后这一次来就是想要挑战看看刻抽象的作品。指导老师希望学生伫营队3礼拜内底，会使哪了解西里，哪创作，更加了解这片土地。一边思考一边刻木雕。学生作品为8月7到9月24，会伫西里延平老街文化馆展出，有兴趣乡亲会当去欣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